再来3排，来会当规个车队来排，我们贴着凭借标个性态度凭着因天高，所以凭我224日，公司地区大社乡算是大家讲，不完税，不支持，因为天主不错，道路环境，方向，伊来到咱县中来对我指引还有咱这个部员所在做，众议员、众议员代表、众市市人府、手持青烟、新市在咱火车站的以前，来对我指引，咱旅游，算是加祝福市人府，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事业发达。公道大典，好报天，伊会长生，事事如意，不成有劲，会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后，合境平安。